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Christina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海之戀8座高層一個3房1套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實用面積777尺，我哋而家即刻睇下。入門口喺走廊個位置，業主放咗個細細地嘅鞋櫃，鞋櫃嘅上面仲放咗少少嘅飾品。對面呢就係單位嘅浴室，呢個浴室呢設有浴缸，係原裝嘅設計。而客廳呢邊呢，除咗有個茶几呢，仲有張好大嘅 L 型梳化。呢邊呢就放咗個電視機。前面呢就放咗張4人餐椅嘅餐台啦。咁其實因為佢泊埋咗一邊啊，呢張餐台，而家放翻中間嘅位置呢，其實可以放到張6人嘅餐椅喺度。廚房呢方面呢就喺呢度啦，呢個廚房呢長形開積，呢一邊呢就煮嘢食，而對面呢就可以攞嚟洗菜。而呢個星盤呢其實都幾大㗎，如果要洗煲啊鑊嗰啲呢，其實就好方便啦。裡面仲有個儲物室，業主將呢個儲物室呢就放咗做雜物啦。如果有工人姐姐嘅，其實都可以俾工人姐姐瞓。單位嘅客飯廳呢非常之闊落啊！除咗啦放到張4至6人嘅餐台啦，一個大 L 型嘅梳化，中間仲有個位置放鋼琴。而家我哋去望下呢個露台同景觀。單位呢就望出去，主要望返自己屋苑嘅內園景緻啦，同埋伴隨住有個海景。微微嘅清風都幾舒服嘅喎。我哋轉身去望下睡眠區先。呢個單位係3房1套嘅間隔。我哋首先望下第一個房間。第一個房間呢一度咯，簡簡單單做咗張雙人床呢，旁邊仲有個櫃。對面呢就係俾小朋友玩嘅地方啦。最後我哋睇埋個主人套房先。主人套房個浴室有塊大窗喎，望出去呢可以望到山景，非常之舒服。而主人房呢都好大啊，放咗張雙人大床啦。旁邊呢其實仲有個衣櫃嘅位置。哇！咁快又睇完呢條片啦。如果你哋都想睇呢單位，歡迎隨時揾我 Christina 睇樓啊！另外，我都仲有得筍盤可以推介俾大家，歡迎隨時揾我啊！拜拜。